女人身无分文，却在餐厅点了10个人饭量的晚餐。邻桌的光头大叔看了也是自叹不如，可他却满不在乎，转眼间就将食物一扫而光，随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钥匙插进洗手间的门锁，打开门后里面却变成了灯光绚丽的服装店，不需要任何思索，因为随便拿起一套都是国际大品牌。换好衣服后，他还不忘跟后面的海报炫耀一下。临走前，女人把钥匙随意插进一扇门锁，这次她来到名贵珠宝的展厅，站在最贵的钻石项链面前，不用考虑经济的问题，只要是自己喜欢的，那就是一个字，随便拿。伴随着警报响起，女人利用钥匙前往她的下一站。我想不用我多说，大家也能猜到，女人拥有一把可任意穿梭的传送钥匙。不过这次与以往不同的是，她来到了失火坍塌的废墟中，寻找另一把拥有奇特魔法的钥匙。可她还是来晚了一步。原来拥有火种钥匙的马克猜到女人会来找他，提前就用钥匙插入胸口自焚了。正当他失落的准备离开时，恰好看见熊孩子的脖子上挂着那把火种钥匙。随后女人拿出自己的钥匙准备和对方交换，并展示了传送钥匙的神奇能力。熊孩子经受不住诱惑靠近查看，结果女人果断地抢下钥匙，一把将熊孩子推进了铁轨里。其实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从孩子手中骗钥匙了，他的传送钥匙就是从文迪手中骗来的。虽然文迪现在已经找到了新的人头钥匙，但只要想起曾经被骗的事，还是耿耿于怀。为了保住这把新的钥匙，文迪在邻居那借来了捕兽夹，既然是捕兽，就必须要有诱饵。于是他来到杂货铺，准备买一把假钥匙。可就在人头钥匙靠近老板的时候，他的脖子上竟然出现一个钥匙孔。出于好奇，文迪就想将钥匙插进老板的体内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老板突然回头打断了文迪的作死行为。回到家里，文迪给捕兽夹做好掩体，把诱饵放到指定地点，之后就是坐等猎物掉入陷阱。很快，女人就传送到文迪的房间，并表现出和蔼可亲狼外婆的笑容。可当她看到诱饵时，马上放下问候，并向钥匙走去。幸运的是机关触发了，可不幸的是受伤的只是玩具小熊。失去耐心的女人掐住文迪的脖子，威胁他，如果再找不到新的钥匙，就让警察叔叔给你抓走。等女人走后，文迪更急切地想知道新发现的人头钥匙到底有什么奇效。